真的是淘气派啊！文英小姐出唱片，鼓励一下，耶！谢谢。唱片公司老板什么样看中我们文英阿姨？哎，给他签稿子。以外形啊，外形啊，因为工会即马找伊找无啊，工会即马走去美国，头家要叫伊转来出唱片，说找无第二，无爱转来。结果想想，哎呦，没想到我们最跟江蕙最接近的外形就是文英小姐。你这样一直跟他讲，我是跟他江蕙，我惊讲江蕙听到吼，在美国实时拢不爱倒转来。他早把听说过，我说哦，你要寡妇团。那个时候黑猫歌舞团，文英阿姨是台柱啊，还有专门咧跳迄个啊，跳啥？歌舞拜托的，我无可能去款的啦。哦，就少年时阵无迄个条件啊，伤过有条件啦，伤过了有条件了啊！希望我们文英阿姨这一张唱片，听讲内容够精彩，够刺激。哦，从头到尾，跟他讲一句上会听的。好，嘛是爱人播才会爽啊！刷来介绍蝙蝠侠，小亮哥先生。小亮，大家好。奇怪呢，那搞我甲文英阿姨变做一组啊呢。哎呦，啊，无你即摆是你嫌啥？人讲我跟他江蕙呢。对啊，我是讲你江蕙我就变红英红。但是不管你是不是江蕙边啊，这个人拢无可能活到江后任啊。初次做父亲，说说看那个感觉。没有结过婚的人，永远是个大孩子。对，我们亮哥是成熟了，完全这样。对，报告一下心得。哎呀，抱孩子啊，真的是又好玩又好气，哎，又好气，莫名其妙把3支半暝搁咧哭啊咧。囡仔袂哭，你去饲个狗的啊？我是讲又好玩又好气啊，对不对？对啊，就真正。囡仔会哭，才表示伊健康。困到半暝的时阵，对不对？啊，咱个叫囡仔吵起来。啊，半暝也是你知影半暝啊？囡仔较细汉，囡仔知影半暝也是你死啊？就是啊，有当时啊，阿某想要运来一个囡仔咧边仔咧哭。啊，等伊个囡仔出事啊，搁咧运来一下。隆兄虎弟，让我们欢迎节目主持人张飞、费玉清。赚钱们要冲锋，手脑要并用，恋爱你要日夜精通，外加追赶跑跳空。上班要像条龙，下班也像条虫。别人成功你别眼红，努力就会被看中。咻咻咻，子弹它乱飞，炮声也轰隆隆。生活好比鸡死战场，你要做英雄。打仗要做先锋，你千万别孬种。做人你要抬头挺胸，拿出勇气冲冲冲。Thank you very much。哎，欢迎收看《龙兄虎弟》，欢迎大家。ご苦労様でした。どうぞ。哎呀，暑期一到，现场格外的热闹。还好多学生也参加我们录影。对，大家能够兴高采烈在这边尽情的欢乐，哎，这才是人生追求的目标。欢迎大家。就是跟现在放暑假的这个小朋友来讲，念书的时候要努力向前冲。对。玩的时候呢，要拼命的去玩。啊，放暑假了吗？就是要玩到不眠不休。哎，是吧？不眠不休。睡觉的时候要拼命的休息。这个是一个座右铭啊。工作上呢，最怕就是矛盾。工作的时候呢，想到玩，哎呦，玩的时候又想到上班，玩也玩不清爽。是。然后每天就在想这些事情，睡觉也睡不好。所以魂头清臭。每一样这个每一个环节都要尽心尽力。对，像以我来说了，是以我今麦行情噶挺多，层次来说了，是。不是讲体力的问题。我那是要提钱啊，开8个节目我都开，是不是安尼？对不对？但是生活就不见了，没有了。哎呦，一个人没有了生活了，那他的重心全部在钱上面，这个人的生活是黑白的，都不是彩色的。这款人的歌一定不会好啊！我讲的也有道理吧？我不是功利啦。
啊，那演艺圈像你这款人，我那真多是不是？比方说我们别的不讲，像你度假手工，像这一位，他就是家财万贯哦。但是你看嘛，小卡卡看买去，像我们这一位欧巴桑，我们现在接下来，虽然家财万贯啊，但是呢，他就已经不快乐哦。这个叫做倒手了啊。你的手是呢啊？昨天溜冰扭到了。溜冰扭到。溜冰鞋穿在左手吗？医生说多久可以好啊？不知道。好了以后还有没有信心再溜？应该吧。还要继续溜啊？好，请回座，谢谢。接下来大家就尽情的欢乐 ，enjoy 一下我们的节目啊！要不要做一个这个整体的这个？哎，黑人们底价的价位天才龙虎通啊！哎，好，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哎，天才龙虎通，哎，今天的特别来宾了。哎呀，他是非常的特别。哎，光说第一位欢迎文英阿姨耶！哎，阿姨呀，请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好同时阿姨有欣赏咱的节目无？啊，无欣赏我哪会来？你实在有影。哎呦，你看，讲个是真好听，其实是啊，我白讲，因为伊家己本身录影就已经无时间了。安尼啊，就是讲看阮节目来讲，上阮的节目算高不离中。伤感情呢，今天。伤感情啊。对啊，因为你别的节目无呢，哎，今天第一次呢。哎呦，哎呦，就讲咱姊啊，头一摆就互咱龙兄虎弟。真的是淘气派啊！文英小姐出唱片，鼓励一下，耶！谢谢。唱片公司老板怎么样看中我们文英阿姨？哎，给他签稿子。以外形啊，外形啊，因为工会即马找伊找无啊，工会即马走去美国，头家要叫伊转来出唱片，说找无第二，无爱转来。结果想想，哎呦，没想到我们最跟江蕙最接近的外形就是文英小姐。你这样一直跟他讲，我是跟他江蕙，我惊讲江蕙听到吼，伫美国实时拢不爱倒转来。他早把听说过，有说哦，你要寡妇团。那个时候黑猫歌舞团，文英阿姨是台柱啊。哎呦，专门咧跳迄个啊，跳啥？歌舞拜托的，我无可能迄款的啦。哦，就少年时阵无迄个条件啊。伤过有条件啦。伤过了有条件了啊！希望我们文英阿姨这一张唱片，听讲内容够精彩，够刺激。哦，从头到尾，跟他讲一句上会听的。嘛是爱人播才会爽啊！刷来介绍蝙蝠侠，小亮哥先生。小亮，大家好。哎呦，奇怪呢，那搞我甲文英阿姨变做一组啊呢。哎呦，啊，无你即摆是你嫌啥？人讲我跟他江蕙呢。对啊，我是讲你江蕙我就变杨英雄。但是不管你是不是江蕙边啊，这个人都无可能活到江后任啊。初次做父亲，说说看那个感觉。没有结过婚的人，永远是个大孩子。对，我们亮哥是成熟了，完全这样。对，报告一下心得。哎呀，抱孩子啊，真的是。又好玩又好气，哎，又好气，莫名其妙3支半暝搁咧哭啊！囡仔袂哭，你去饲个狗的啊？我是讲又好玩又好气啊，对不对？对啊，真正。囡仔会哭，才表示伊健康。困到半暝的时阵，对不对？啊，咱个叫囡仔吵起来。啊，半暝啊是你知影半暝啊，囡仔细汉仔囡仔知影半暝啊是你死啊？就是啊，有当时啊，阿婆想要温来一个囡仔咧边咧哭。啊，但伊个囡仔出事啊，搁咧温来啥？好，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哎，何芳，欢迎。好，我一头长发剪掉了，我好像也是第一次看到何芳的这个她的腿型啊。哟啊，对，这不是说我们这个因为异性哦，我们总是会这样看到她改变，会说接着找我跟她也大这腿啊。卡了，那台语是台语是大腿啦，啊你那就分做两段，大个腿啊，你偌歹听的呢？台语是只有大腿，台语叫这是叫卡，无人叫腿。啊，迄小只卡足水的。无啦，卡是敢若下半关节做卡，啊这就是要连落去啊，龟腿嘛是要连落去。哎呀，龟卡另外龟卡龟腿都要连落。哦，意思是讲咱文英小姐讲，即将龟卡算我讲。接下来介绍的是万芳，欢迎。大家好，
万芳这个看起来，请起立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对不对？他穿的那个服装好像是那个缅甸还是越南的？你看，哇，婆香港一趴起地方，哎呦，这套服装我觉得很不错，蛮有创意。接下来欢迎四大天王。这边跟小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四大天王。越来越受欢迎。4个人现在当然这个永远是3缺1，对吧？绝了！但是慢慢，我也真的已经忘了那个人什么，忘记了。陈仲威，上次来我们这边得过名次，得过冠军，这是不但是有竞争，而且你们3个人里面彼此也要这个要斗一斗，对吧？看谁反应快嘛，对吧？好，接下来刚才咱准备做啥？你看他一甲讲，我就知。哪有安尼是根本一个人就来家，都唔免了解内容，这才是厉害。哦，第一题开始准备啦。好，图片。听说我们的班主任他可以一动打25杆。这样啊？对。报告班主任。是不是？啊，你起码是咧骨头哟。啊，这样短杆是吧？哎呀，嘿！不是，no good，来。突破，一次打2个球啊？突破，真的假的？哎，这个就厉害了。突破。Music rock and roll。哎，不要乱打。请问巫启贤他用什么方式打2颗高尔夫球？丢。来，蛋姐用下一下，哦，下一下，对。好，用写的，我用共买一下，但是口音型下，口音型下。那万芳这边已经有了，来，万芳先来。好，1颗球打破成2颗，那欧汉生已经有了啦。我觉得是1颗，然后另外1颗用线连住这样。哎，这有机关在这里面，不然怎么会一个杆子打2个球呢？怎么打呢？连在一起，2个，让文英阿姨讲好了，好吧？哦，你们2个同意。因为我以前吼，捌做过盐木托里，你知无？盐木托里就是伫迄个弄球，你讲算迄个球的啊。积分小姐，真的做过积分小姐。做盐木托里，所以我感觉讲，就是吼，可能是用球安尼弄球啦。哎呦，用弄球的方式来拍高尔夫球。是不是这样？姐，你怎么会这样子？来看看正解好吧。Music rock and roll。哎，不要乱打。哇，来，节目助理太厉害，颁奖典礼，耶！哦，小亮哥也有，就算文英阿姨打的，真的？为什么你这要累积？那怎么好意思？ 2个都真的是还是文英阿姨管用啊！对，你做人怕你无？你弄。有啊，我开玩笑，咱嘛有时阵吼，咱嘛是看到讲，以前内面的盐木土里足水的，才专工去弄球。就是为了这样。哎呀，伊也不是专工要去弄。啊，但是已经成立，已经较歹啦。你干嘛看我这边会怎么样？一定要看我这边啊！不是啦，我说盐木土里，他刚才讲的对哦。以前阿兵哥，我们讲阿兵哥那时候就是民国30几年的时候，冲了。阿兵哥才10几岁，对啊，然后都为了那时候台湾比较流行，就是有色情的地方有2个，一个是一个地点嘛，一个就是盐木土里。哎，你不要乱讲。哦，你是做轻的啦，对啊，对，他是做轻的，我们不晓得。哎，卖拜托弄球哪有迄个落的啦？你刚刚有的讲，你拢安尼黑白讲吼，落的，愈开水愈海。人红墙啊，去可能就落的啊啦。啊，刷了第2题，来看买。大家好，我是翁红，现在来跟大家玩一个联想的游戏。夏天快到了，夏天想起什么呢？夏天就想起了海滩，海滩想起了泳装，泳装想起了更衣室，更衣室想到了镜子，镜子想到了化妆，化妆想到了口红，口红想到了唇印，唇印想到了外遇，外遇想到什么？咱记啊，才用讲的，好，你用想，但伊拢讲了好了哈。外遇想到了什么？好，亮哥先说这2个字，现在有机会用到我身上。还有抓奸，
外遇对，碰到外遇我们就是要会同警察一起去，对不对？对。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们再问文英阿姨。好狠啊！这是3个小朋友写的，好可怕！他们怎么年纪这么小？俩高哎，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俩高啊？罗志祥，抓猴，罗志祥抓猴是什么意思？俩高啊，俩高，对，俩高是台语嘛？以前都听到啊，爸爸妈妈说俩高，中间这位念正，前阵保险套。这个答案呢，我要好好解释一下哦。因为这个答案，我觉得因为外遇嘛，要非常小心，才不会有私生子。什么问题？哦，真是受不了！你们年纪这么轻就可以想到这些啊？旅馆，外遇想到了旅馆，可见年轻人想法就是比较直接的。你看何方写的，想到了红杏出墙，外遇想看得出来他将来一定会出问题。乱讲，没有，我只是说，因为他可以想到这么浪漫嘛，像翁虹就是很直接的，外遇想到了红杏出墙，不可能嘛？仇恨的观念太深。万方，外遇想到了，外遇想到了。致命的吸引力完全不搭调。不是，外遇想到致命吸引力，因为他讲讲女性的复仇啊，那是很有力的，很有力的，对呀，充满了诗意。像这样的人常常会自己自恋，会画一些奇怪的画。你最近有没有画什么画或什么？听说他有画了一个画，真的有啊！你看我多厉害，我判断人太准了。而且他画画常常不用笔啊，用什么？就这样。这样就画。你有没有用脸部或者什么？有哎。有没有？好巧，好准。真的有啊！这不是有神经病？所以致命的吸引力啊，蛮准。亮哥啊，已经写出来了啊！记啊，丢你讲啊，我你讲。想到这个外遇想到了什么？我是有2个啦。好，你可以有2个，大家同意。同意可以。我们跟踪他，就是去偷看。外遇什么偷看？哪有人？你有偷窥狂？自己的另外一半出了问题了，然后根据为了要看，对啊，是为了偷看。当一俩搞哦，马西有俩搞加啊。以前再来一个就是说哈，如果老公有外遇哈，都特别会对老婆真的很好。怎么？会一下子啊，如果他啦，伊有去外口啦，去偷家啦，伊倒转来吼，拢会买物件呢。讲伊安尼表示对你很好哦，你没有办法去注意讲啊，他有外遇啊呢。这算不算献殷勤？反而啊，所以外遇想到了什么？你说外遇想到了老公对我好是吧？对外遇想到了，他有一个刚刚有个押韵，你们都没考虑这个问题。比方说外遇想到了抓奸，外遇想到了俩搞，所以我才会讲啊，外遇想到了红杏出墙，外遇想到了致命的吸引，哪是这样？所以你们没有考虑这个节奏了。那你是外遇想到了什么？可能很简单的几个字啊。外遇想到了太监。他说什么太监？什么太监？外遇想到了太监。外遇怎么会想？如果太监，他怎么可能外遇啊？哦，不是，他是先外遇才太他脑筋转不过来了。对啊，被太太是发现先生外遇的，所以一回来太监咔嚓，是这个意思吗？没有那么狠呐。那是你。如果这样子，他以后他自己也是不利呀。这个很重要。好，来看看答案。我们看看正解来。口红想到了唇印，唇印想到什么？外遇，外遇想到什么？外遇想到侦探社。还有我刚才本来要讲这个啦，真的没有骗你。我们看一点边都连不上，讲好像都不很简单的。因为文英阿姨那个时代哪有什么侦探社？没有。我想讲，无，我拄才正经讲的，我就想讲，一定会请人去甲伊调查。外遇一定会请人去甲调查。我甲想什么？因讲大家写什么咧掠搞哦，遐尼简单。掠搞我甲你讲，看到没有？小亮哥征信社，哇，捉奸。你有够戆呢？你袂真的家己就用安尼，后摆你就惨啊！讲迄掠搞到底什么意思？跟讲她老公了，死老搞。哎呀，这死老搞你捌听啊？这个意思。这老搞就是搞嘛。所以老公不搞嘛。男人真命苦。下一题了，第3题。记忆大考验。爱情算甘甜，五种气哦，若听一句我爱你。Hold the mic up, hold the mic up, come on, come on, just bust the move. Hold the mic up, hold the mic up, come on, come on, just bust the move. Hold the mic
请问听到下面的时候，飞哥是做什么样的动作？刚才看到卡通，我每一个首歌都有动作跟舞蹈。请问刚刚唱这首《闪》的时候，好大麦照，我是什么动作？我比比看。啊，你要先比哈。好大麦照，好预备去，好大麦，好大麦照。哎呦，好鼓励一下哦。好，两个只有一边呐，没有两边呐。好，那我就唱一遍。好大麦照，好大麦照，好大麦照。哦。一个亮哥是说只有这一边单边的啊，何方？好大麦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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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麦照。哟，交叉哦，双手交叉哦，万方，好大麦照，好大麦照，还有他比较，你那个不是，连我们也看糊涂，不晓得谁。就是我们这4位先来一次啊，大家自己做自己的，预备去。好大麦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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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麦照。好，罗克祥，罗志祥，每次都不一样。他明明写罗克祥，罗志祥，罗志祥，小猪啦，小猪，用手交叉的，一样的。好，预备，开始还不准哦。好，好大麦照，好大麦照。好，陈贤正，好。好大麦照，好大麦照，好大麦照，好大。哎呦，他这拍子还蛮准的啊。好，开始。好大麦照，好大麦照。哎，相反。好，好看一下到底是哪一个？我们已经忘掉了。哎。好大麦照，好大麦照 ，Come on Come on Just bust the move。好大麦照，好大麦照 ，Come on Come on Just bust the move。罗志祥最准。哎，谢谢。耶。好，万方没答对哈。答对了，好，谢谢。又来一题，每周一字，清，七音清，一声清。稳，乌恩稳，三声稳。听过了刚刚的示范之后，请问这个字的正确读音是什么？5、4、3、2、1，好，时间到。文英阿姨要讲了，好，文英阿姨是不是进？哎呦，这是一个你的意思，它是台语发音呢？金是金，有一个吹调嘛，金较大的啦，本来是轻，那进。哦，加一个口，就变成比较大声一点。阿姨的意思是这样，一点呢，较早好人进。阿丽的意思呢？我还是觉得轻还是念轻嘛，真的是。哎，这个就厉害了。念。军，因为我想这大概是一个古字啦，然后就金嘛，那金的话，你讲基恩金感觉不对，就君，哎，君其实同君王的君的意思，君是有一点君王的意思，台语的亲有点类似啊，不错，很有创意，金，对，要闭一下，就是台语的亲。罗志祥，亲，因为旁边有一个口嘛，对不对？那旁边一个亲嘛，亲。好信，哎，有道理啊！我觉得应该也是台语的金，台语的金啊。我这个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撞声词，就是呢，就是它那一个口一个亲，对不对？那个声音发出来就是这样。哇塞，这就了不起了，有声音的，因为这没什么不可能啊。对啊，好，看一下啊。原来这个字念称，指把钱捐给和尚的动作。看到没有？人家是很崇高的，是把钱捐给和尚。你们在那边，是他们3个小朋友啊，这差多。你们哪一个人有脱离亲嘴这2个字？好，接下来请戴上眼镜，预备，开始摸。什么字？时间只有15秒。还有10秒钟。别人不能讲话哦，都不要说啊，都不要讲话啊！哎，7秒，还有5秒钟，4、3、2、1，时间到，眼睛不能拿掉，好，自首走了，好，自首走。
好，请把眼镜拿下来，请把答案写在纸上面。什么字？好，提示在这边。好，请举起来。木秋木树的木，他这个一定是听人家讲，不要是听谁在那边后面。没有，因为我有摸到有两个洞嘛。不是，哪有木梳的木啊？我刚才都讲了。你就讲牧师的牧啊？对。哦，这实在是厉害哦！起来蹦的怎样？因为这样子嘛。哦，你们还没讲提示，我就看文英阿姨在那边。真的已经，哎呦，这个就厉害了啊！那这样说起来，像每个人都算答对，只有一个人没答对，惨罗志祥。对你这完全是不能听信谣言，帮了倒忙着。啊，只有一个没答对，其他通通对啊。好，来接着下面这一题，哎。我是一片云。你刚刚是吃了牛肉面，天空是我家。不是我，不是儿子，我觉得我跟他的距离好像很远，一直吹不到。会，马上到了。山水问梦飞，他来去我牵挂。哎呦，这怎么问啊？就是请问黄安在吹着我是一片云的同时，飞哥跟同班同学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哦，当孝子。我觉得那音乐蛮悲伤的，蛮适合。罗志祥是写什么？靠屌啊！对哦，因为黄安那时候吹得很认真，眼睛是闭起来的。我们有做过这样，对。我们这个音乐教室有可能。刚刚讲完，我想到那是过年的节目。对，那是过年，而且还是有台。啊，对，你现在要改是吧？我把它换掉。你要改成什么样？那个靠屌啊，那个好像有点像。有一点像靠屌啊，改成靠屌啊。啊，亮哥这边是，这个因为我跟飞哥多年的交情，我习惯飞哥做节目的方式。这个喇叭一直。家属打理，上面写什么？家属打理，当场把它改成出殡仪式，寿命的改变。本来我嘛袂去想安尼啦，因为黄安那个人你就知影，对，伊无可能讲做讲一件讲正经的代志，所以我嘛是感觉讲哦，伊拄则咧分的就敢若洗寿面的，好，敢若洗寿面，因为我分甲我漏掉，你有看无？我啦，我脱音去安尼，迄敢若伊就他字的，唔是正经，伊就内行的。哎呦，他还知道他几的哦，哎呦，这个没有吹过洗手米人不知道什么叫他几这两个字，他几就是碰到接触而已。不是，他姐就是那个假啦，袂晓假的嘛，拿个小喇叭，拿那个人啊哒啦啦啦啦。对呀，假装为。其实以前洗手米在出刷的时候，人家去吹啊。你看那个乐队，因为人的死了以后嘛，过身以后总是希望场面做大一点。对。怎么办呢？可是台湾那时候去做七手米的乐手没有那么多人啊。啊对，我被700人哎，其实里面只有6个人会吹而已。哎，那其他都嘴巴粘在嘴巴上。假的啦。哦，所以都文艺讲的他几。是不是？以前我跟检长就是专门靠他几的。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们音乐队讲话会反过来讲，他不讲他起，讲吉他。好，看看影片。家
属打理。家属打理，家属打理，出殡的人哦，出殡的人答对哦，对，算对了。好，哎呦啊，汉生那边是2题啊，这边是显正3题，志祥只答对了1题，万芳1题答对1题啊，何芳2题。哦，小亮哥刚刚明明刚刚是3个，现在变4个，可见亮哥下礼拜没时间来卫冕了。还有冠军是文英阿姨，请出列。你有没有看这个奖？这个奖美术刚刚就是金曲奖白金唱片，对啊，金曲奖的这个啊，这个好像颁奖啊，要加个舞哦，还有啊，要购物哦。哦呦，够度假翡翠假日哇，2天啊，2天是吗？好，1天1夜。1天1夜。1天1夜，那我现在去，等一下又回来啊！我浪费我的那个车马钱。非常恭喜，谢谢今天的来宾，谢谢，恭喜大家继续我们的龙兄虎弟。